又嚟咗首都國際機場，呢排經常係首都飛啊，以前經常都係浦東飛。不過今日咧就唔係飛去上海啦，今日係會喺首都機場坐飛機去珠海。咁今日坐國際都係國航啦，但係班飛機咧係第一次坐嘅，我應該都未坐過呢個機翼，係737、787，係一部20幾年好舊嘅飛機。咁所以陣間去同大家體驗一下咯。而家先 check in 咗先。都可以用機嘅，我諗。首都機場其實國航覺得自己出呢隻機咯，好方便。國航航班加入去有機有膠，好快地攞boarding pass。咁而家就去機行李，之後都係全自動飛機啦。話用自動機超重係要俾錢嘅。有啲俾咗40蚊，因為拖咗1 kilo，算啦，40蚊啫。呢啲自動機冇得拗啊，即係有時你去嗰啲唔係自動機嘅話，佢都可能會叫咩咧？可能會有啲走賺，1 kilo 應該唔會收嘅。覺得好啦，我哋係食，而家係食啲嘢，跟住入閘。呢邊嗰啲玻璃唔知點解又整塊模嘅，另外一邊又透明，完全睇唔到飛機。真係有時計劃趕不上變化。頭先嗰一刻仲話今日坐一部20幾年嘅老飛機377、700，第一次坐，點知頭先就換咗機型啦。因為天氣唔好咧，上一班機本身上一班機好似有啲 delay 都慢，都幾多下，所以而家換咗部全新嘅飛機，好似1歲都冇啊，737-8 Max 啊！國航嘅737 Max 啊，唉，不過而家全部都可以復飛翻，應該都還好。好啦，我而家係32號嘅閘口，一出安檢就係超快。好啦，就而家等上飛機啦。頭先睇咗班機，真係好新，4個零5個月啫。睇下部全新機，係真係咁新。確定啦！終於睇到今日個飛機啦！再沒完美，可願在歲月如歌中找你？傷悲，也許不必再講所有道理。何時放鬆我自己，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？但會否疲倦了嬉戲？
裝化妝燈就係2塊鏡頭，再掛3天。好，就咁。即使唔係明明就唔該食，咁但係佢都會 keep 住嗰個人點解？天氣不似預期，但要走總要飛。落機啦，而家等行李，落機度攞行李。機場細真係好，超快到。新嘅飛機 OK 嘅，因為新淨所有各樣嘢都還可以嘅，係佢靚嘅時候下一下咯，其他都冇乜特別。好啦，就係咁樣。今次應該第3次坐呢個737 Max，咁第1次坐國航737 Max，幾突然，本身係一個舊飛機變咗新飛機，真係幾特別嘅體驗啦。好，就咁，拜拜。記得3連。